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雅歌第8天的共读，也是最后一章第8章。昨天我们读了第7章，是第5首诗歌的当中，提到这个女子的身体再一次被描绘形容，感觉看起来是变得更加的丰腴，但是依然深深的吸引这个男子。而这男子呢，想要在享受和这女子的关系时刻呢，却有一个沉睡者这个字的出现呢，让我们来联想，是不是在这样子心有余力不足当中，这个关系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危机，以及呢，最后这个女子所唱的，她希望不是在城里面的生活，而是希望和她的爱人、良人能够回到田间，回到村庄，能够在那里享受不受打扰、不受搅扰的爱情哦。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第8章，也是雅歌的这个最后的结束。雅歌第8章第1节，你若是我的兄弟，输给阮老母的恁，毋知偌好。安尼，我伫外面拄着你，甲你亲嘴，就无人会看轻我。我会带你入去阮老母的厝，伊会教示我。我会互你啉调好的酒，甲下流的汁。你用倒手扶我的头壳，用正手揽我。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啊，我恳切甲恁吩咐，毋通拍醒，毋通搅搅阮的爱情，到阮欢喜满足。第5节，第6首，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对旷野上来，摕伫伊亲爱的下身躯，迄个是啥人？第6节，女，我伫棚果树骹，甲你叫醒。你的老母伫遐怀孕，伫遐经过催阵的痛苦生理，互我亲像印，嵌伫你的心内，亲像印，放伫你的手骨。因为爱情亲像死，遐尼有力；情热亲像阴府，遐尼强烈。所发出的炎热，亲像火焰，亲像极猛烈的火焰。大水袂当拍破爱情。溪水袂当甲伊消灭，人若用伊所有的财产来买爱情，一定互人了事。第8节，女的兄弟，阮有一个细汉小妹，伊的恁还未发育成熟，人来提亲，阮着安怎甲伊说法？伊若是墙，阮要伫伊的顶面去晕塔；伊若是门，阮要用白香插板。甲伊围起来。第10节，女，我是墙，我的恁亲像2个塔，我亲爱的一个看到我，就心满意足。第11节，男，所罗门伫巴力哈文有一区葡萄园，伊将这区葡萄园租予固守的人，因逐个人为着因的果子，着纳1000个银。我有葡萄园。是我家己的，所罗门啊，迄1000你摕去，200互固守果子的人，踮伫园内的查某囡仔啊，东看拢在听你的声，你嘛互我听一下。第14节，女，我亲爱的啊，赶紧来，亲像羚羊，亲像鹿啊，来到青出旁边的山。好，那我们看这个第8章，8章的前面4节呢，依然是接续的第5首歌第5首歌的最后呢，就是这女子期待回到自己的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乡下的田野。好，那这女孩子继续唱，在8章1节，但愿你，就是她眼前的这个良人哦，像我的兄弟。吃过我母亲乳汁的就是和妈妈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为什么呢？这样当我在街上遇到你，跟你接吻，谁也不会介意哦。好，那表示说什么呢？就是这女子呢跟这个男子或是这个王她的老公接吻的时候，很多人介意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放大眼睛然后呢
来看他的一举一动，好，这个感觉呢就很像这个英国的王妃，好嫁给了英国王子之后，她的私生活，她的各样子的一举一动、举手投足都要被人放大检视，好，她宁愿好能够过一个平凡人好自由自在的生活。那这女子第二节继续唱，我要带你进我母亲的家，让你指点我怎样爱你哦。好，所以呢，在她的娘家，哦，她可以呃享受好，就是不受监看或是监视好的爱情，好相爱的这个生活。我要给你喝香料调制的酒，石榴酿制的酒。那这个石榴呢，在这个雅歌当中，它的意思呢是右手，然后呢，这个香酒呢。酿的香酒哈，酿制的酒，它的意思呢，音呢读起来有点像希伯来文的在下面哦。好，那就是说，在这一段呢，如果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思想一下，就在她的娘家当中呢，她学习到这女孩子学习到，就是怎么样子在婚姻当中，或是在这个性的当中，比她现在这个女孩子所过的婚姻或是性的生活当中呢，好更加啊、更加啊、满更加的让这女孩子觉得正确哦，所以她宁愿她的良人能够跟到她的娘家当中，看一看他们娘家上一代就是的这个爱情。那第四节这里就有写哦，你的左手托住我的头，你的右手抱着我。好，那就是意思就是左手右手都是只有抱着他，不再是抱着别人哦，包括前面有60王后80妃嫔，不是抱着很多的左拥右抱，而是只有单单抱着一位啊。好，第四节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呐、请答应我，你们不要吵醒我们，不干扰我们的爱情哦。好，所以这一句话呢，第三次出现了2章7节、3章5节，好，第8章的第4节。好，那每次这首歌出现呢，都会在那一首歌的这一节出现，都会在那首歌的最后一句。好，所以这也是在第5首歌的最后一句啊。好，就是这个女孩子呢，跟以前一样，好，她希望这个爱是自动自发，或是等待时机成熟，而不是人工，而不是刻意的。好，那所以第5首歌很长哦，从第6章第4节，然后到第7章，再到第8章的第4节哦。好，那在这一段的当中呢，似乎让从文字上面的意思一路看下来，不再是那么前面单纯的你侬我侬两个人好像初恋热恋的情形，应该是有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来看最后的第6首歌，好，第6首歌是雅歌6首里面最短的，好，只有从5节到14节哦。好，那在这几节当中呢，很不容易来解读，好，但是雅歌已经快要结束了。好，所以我们读到最后这第6首歌呢，后面的解释可以更多方的解释啊，好，但是牧师大概就是把我读起来的这个感受呢，好来跟大家分享啊。第5节，那跟他的爱人手牵着手，从旷野上来的人是谁呢？好，那这里是用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呢，好在合唱，好，她的爱人就是那个良人，好，这个女子的爱人，谁跟她手牵手，然后从旷野上来，好，上来就是上来的意思，他就是上耶路撒冷，好，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好，表示说他的良人呢，好像去到了旷野一趟，好，那旷野一趟回来之后呢？哎，跟谁跟他手牵手回到耶路撒冷呢？好，那这个是一个问号。好，但这旷野有他们知道所罗门，好，他在为什么他会沉沦？就是他爱上了外邦的女子，好，所以他去到各外地很多的地方，带来很多的陌生或是外邦的女子，就被这些外邦的女子给吸引，去拜外邦的神明哦。好，所以这里是不是所罗门在讲他自己呢？好，他也有可能写在这里。那再来第5节的后半段，新娘女子继续在这里有一个对话，
和本是说在苹果树下，我叫醒了你，在那里，你母亲曾为了生你而阵痛，在那里，在那里生你的，为你阵痛。好，那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是说，在苹果树下，我叫醒了你，在那里，你母亲为你忍受阵痛，在那里，母亲生了你哦。好，所以这里讲到了苹果树哦，好，苹果树也出现在第二章，好，所以我们说这个雅歌都好像前后都会对照。在第二章的第三节的苹果树呢，是一个还没有开垦的苹果树，在那个还没有开垦的树林里面，好，然后呢，他喜爱在这个苹果树的荫下尝苹果树的滋味，觉得甘甜。好，然后他领我进入宴会厅，为我插上爱的旗帜啊。这是在二章的三四节。那到了第八章的第五节，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又回到了这个苹果树，但是呢，现在讲到什么生孩子哦，好生孩子，好，所以虽然讲的是这个男孩子的母亲，好生你的阵痛，好在那里生你的也为你阵痛啊，好，那是不是因为前面第七章有形容这个女孩子的身材变得比较丰圆丰盈呢？好，那是不是在第八章呢有新生命诞生的可能呢？那这也是我们的牧师自己的推测。好，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第六节，愿你的心只向我敞开，愿你的手臂只拥抱我。那所以这个还是这女孩子的心愿。好，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好，所以这女孩子对这个爱情呢，真的是相当的坚定哦。即便外在有很多环境的变化，甚至如果现在有孩子也生了，也是有了孩子，但是呢，他还是对这个爱情呢不放弃哦。爱情跟死一样坚强，恋情跟阴间一样牢固，它爆出火焰，像烈火一样燃烧。好，那这个是雅歌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好，就是在八章的6节好到7节这一段呢、好，那这个女孩子自己唱出的这个爱情，她心中的渴望的爱情呢？好，我们先读和本，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热恋如阴间之牢固，所发的光是火焰的光，是极其猛烈的光哦。所以这女孩子呢，好用求你，可以可见呢，好就是她期望这样子。好，那也表示说，这男孩子呢，或是他的老公呢，好没有把这个老婆放在自己的心上，好如印记如戳记，好像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像刺青一样，要永远记得。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固哦，这个用死亡来比喻爱情，看起来虽然很突兀哦，好，但是呢，好也是一个事实，好，因为这个死亡呢，是一个无法抗拒，或是这个死亡的力量呢，再健康、再强壮、活得再老、再长寿的人，也过不了死亡这一关，人人都必须一死哦，好，所以这个爱情呢，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事情，就像死亡会发生一样。啊，但是呢，这个热恋爱情好的当中的最高级是热恋，热恋像阴间一样的牢固哦。这个牢固的意思有很多，好，那它有代表的残忍，或是顽固顽强，或是困难。好就是这个热恋呢，热恋，好这个字呢，好它也有被翻成记恨哦，好嫉妒的嫉，好记恨，所以十诫的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34章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哦，好，所以上帝想他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爱，神对人的爱是一个极度的爱，好，是一个热烈的爱，好，是一个嫉妒到会啊、不容许有外人或是第三者的爱哦。好，所以热恋如阴间之牢固，好，所发出的光是火焰的光哦，好，就是爆出火焰，是像烈火一样燃烧。那这个有的旧的和本呢，说这个
这个是耶和华的光哦，好，那他把耶和华写在这里，好，但原文里面不是指耶和华，好，是指那巨大的火焰，或是最猛烈的火焰啊，因为雅歌跟以斯帖记一样，这两卷书里面都完全没有提到上帝或是神的名字。好，那第七节。好，我们先读和本。爱情重水不能熄灭，江河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哦。好，这里有一个伏笔，好，就是水不能熄灭爱情，好，因为它如死之坚强。好，那洪水也无法淹没，因为热恋如阴间之牢固。好，而且发出的光是火的光，是猛烈巨大火焰的光。若有人用财富要换取爱情，必定招来鄙视。好，所以什么情况呢？拿财富要换爱情呢？好，那就是最后这几节好有提到的事情了。好，那最后的8节，那8章8节，好，那这里这个注释呢是用新娘的兄弟或是女孩子的兄弟啊。好，那这个是一种读法啊，但是在我来读的话呢，我会觉得要把前面的这几个元素连在一起。而是指呢，这一个女子跟这个男子呢，在他苹果树下，为了男子而生产之痛阵痛，所以是小婴孩诞生。好，那所以8章8节，我家有一小妹。好，那很多不会翻成说这就是这个苏拉密女的妹妹，所以她的兄弟们好继续说我们家现在不是只有独一的女子，好，现在是还有另外一个妹妹。好，那这样有一个妹妹的解释，就跟前面那个是独一的独生女的这个架构就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小妹的意思呢，是指12岁以下的女孩的小女生，12岁以下的小女生。所以我会这样子来想，就是如果这个苏拉密女和这个所罗门生下了一个女婴，现在这个女婴呢还小，还在12岁以下，但是呢，这个妈妈现在她的身份是妈妈，妈妈在想，将来若有年轻人前来求爱，我们该怎么办呢？虽然这个爸爸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外面，或是为了国事、为了家事，但是现在是这个妈妈在思想她的这个小女孩。好，第9节，如果它是一堵墙，我们要在上面建造银塔；如果它是一扇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那这个地方都很难解释哦。但是墙呢，它的意思呢，就是一个阻挡。那它代表是一个女孩子的贞洁。那这个门呢，代表是一个开关，开跟闭，那也代表的就是它是一个接纳，让人可以进来。好，所以这个妈妈，或是说大家在对这个小女生，在替她在思想，这个小女孩到底会不会学会是贞洁呢？好像是墙一样呢？好，如果是墙，好，那我们就要在上面建造银塔，就是要提升它的价值。如果这小女孩呢，是很容易就让爱情、让热恋就进入她的生命当中，那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哦。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这样子来解释，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夫妇婚姻，好，然后结婚有了孩子，好之后呢，对于这个下一代孩子的教导，怎么样来让他面对爱情的事情。好，那接着到第10节，是由新娘或是他。那我是一堵墙，我的双乳是上面的塔，我的爱人知道我从他得到安宁满足啊。那这个女孩子呢，她是墙，刚才第9节是有墙跟门，墙就是懂得保守自己的贞洁，门呢就是需要被保护好，不要太容易被打开。但是呢，这个女子说她自己是墙，就是她懂得保守她的贞洁。好，那第10节的后面说，那时我在她眼中是找到平安的人。好，那我们前面有讲到第6章出现苏拉密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平安哦。好，所以找到平安的人，好，这个平安呢，
可能代表了所罗门，好，那有的平安也代表了苏拉密，好，这平安也可能代表了耶路撒冷啊。好，那这个虽然不是容易解释，但是让我们自己去加一些的想象力，好，把这些几个字的元素加在一起。好，那所以这个女孩子，好，她不论这个女孩子是小女孩，或是这个妈妈，好，或是就是这个苏拉密女，好，但是呢，她还是在强调她自己的贞洁。好，11、12节呢，又是男子的部分，11、12、13呢。这个男子唱着说什么呢？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把这园租给耕种的人，所有跟他租的人，每个人要缴纳1000银子哦，缴得非常的多，表示这个葡萄园呢，已经交给佃农，佃农要交1000了。那这个地点巴利哈门呢？地点不详，因为圣经没有这个地点。但是这巴利哈门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众神之王，或是财富之主啊，就是非常的 rich。所以所罗门的财富是不容怀疑的啦。好，他不仅会赚世界各国的黄金啊，还很会做生意哦。好，还会把葡萄园租出去。但是12节，1000银子归所罗门，200银子归耕种的人，但我拥有我自己的葡萄园了。好，那如果把这个地方当成是男生的唱的他的话呢，男生那这个读起来会有点奇怪。但是如果把12节当成是女子女子苏拉密女的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虽然她嫁了所罗门非常的有钱，收入非常的丰厚，但是这个女子说我也有我自己的葡萄园，所罗门啊，那1000都给你。意思就是说，他不需要靠这个1000的租金，所罗门的财富供应，来过活。我有我自己的葡萄园，200银子归耕种的人哦，就是就是这些耕种的人呢，交了1000，但是呢，这个女子呢会拿200还给他们，就是她会用更仁慈来对待这些耕种的人。好，那13节，亲爱的，让我从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的同伴都等着听你说话。好，那这句到底是谁呢？是男子还是女子呢？好，这个线索越来越少，但是雅歌快要结束了。好，但是前面的第7节是说，若有人想用财富换爱情，必招来鄙视。所以后面这些事情呢，就是在描绘有人就是用财富，就是要来打发这个相爱的关系用金钱来衡量和计较。但是呢，有人呢，却说我自己有自己的园子，那这个钱呢，是归所罗门的，这200呢是要给这些辛苦工作的人的。好，那谁到底可以住在这个园中呢？好，大家每个同伴呢，都想要听他的话呢，直接就留给我们自己去想象。但是我们还记得在雅歌一开始的第1章，这个女孩子就是在葡萄园里面工作，所以因为太阳在那边工作，太阳把她晒得很黑哦。甚至她的哥哥们都会向她来发怒就是这个妹妹好像都在谈恋爱。好，现在第8章要结束了，又回到跟第1章的对称，所以我们会说雅歌它就是一个前后对称。那从第5章之后，会看到跟很多前面一样，但是那个故事读起来又不太一样。好，最后一节第14节是大家这个大部分都会同意说这是女孩子最后的 ending 亲爱的，快来吧，像一只羚羊，像一只小鹿，悠游在香草山上了。所以表示呢，第一个这个良人好像又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求你快来，求你快来。就是他还是在等待着他的爱人回来，希望他的爱人呢还是能够回到从前的爱情，他们能够享受在那个田野当中的生活，而不是在那个城市，在那个都会，在那个繁华，或是那个受到人人称羡的王宫当中的生活。
他真的期待的是一个在香草山上，是一个在一个大自然，只有你和我的生活 ，Only you and me， 却没有其他的外人、第三者，甚至也不会说他半夜去找他的良人，结果还被打伤啊。好，所以我们的雅歌读到这里，好，那雅歌就是 Song of Songs， 就是歌里面的歌啊。所以是歌中之歌。好，那我们前面有第一天的时候有提过但是雅歌让我们学习到几件事情就是这个爱情呢，还是有柴米油盐酱醋茶。那如果按照这个雅歌的文字这样看下来呢，我们会发现好像就是一对男女热恋到进入婚姻，还有发生婚后之后的一些的一些的冲突变卦但是呢，这个爱情呢却依然的坚定在那里。第二个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爱情呢，好像是一个门不当户不对因为这女孩子一直跟这男孩子的地位不相等，以至于呢，就是这个女孩子遭受到很多的委屈，但是呢，她不是因为看上了对方的金钱，她自己有自力更生，她自己有葡萄园，那她也是真的因为爱情。好，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这雅歌让我们看到，就是小心那个甜言蜜语这个良人呢，很会称赞女人，很会形容，很会观察，很会描绘这个女孩子的身材，她的形态，她的样貌。但是呢，他的爱呢太泛滥了。这娶了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娶了这么多之后回来，还发现这个是他的最爱，但是他已经提不起力气了。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像所罗门他所遇到的事情哦。所罗门父亲是大卫，大卫有8个妻子，有几个妾呢？圣经算不清楚。但是大卫生了有19个儿子。那我们看所罗门他就是有700个妻，300个妾，700个妻，300个妾，生了几个儿子呢？圣经里有出现名字只有一个，就是罗波安。那有没有女儿呢？如果有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雅歌里面看到的这个第8章的一个小妹12岁以下。那所罗门的那个儿子叫罗波安，他娶了几个妻子呢？我们继续读下去。罗波安娶了18个妻子，60个妾，跟他父亲比起来算少，可是跟他阿公比起来还是很多。那罗波安生了几个儿子呢？28个儿子，60个女儿。那这一些到底是幸福的事情呢，还是一个没有学习到教训的事情呢？那这就是有待于我们的智慧，上帝给我们智慧好，那这雅歌书呢，那牧师提供自己个人的看见。好，那也希望大家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出神良善的那一面，也可能可以看出在人间罪人软弱的那一面。但是不论我们看到的是哪一面，都盼望我们能够渴慕上帝的良善，也相信这世上的爱情有一个超越男女之间的爱，是神的爱是主耶稣对教会的爱，是教会等候新郎的爱。盼望我在这几天当中的读经还有分享能构成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用短短的8天来读了这一卷短短的雅歌。这是一卷相当不容易了解的书卷甚至除了启示录之外，雅歌是最困难读的但是求你让我们有看见或是有新的眼光让我们不是只有把它看成是一个描述爱情的作品更是教导我们人生的意义，还有重要的功课，也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不要停止爱或是吝啬给予爱的人，而是能够对爱坚定，并且从一而终能够有爱的结晶，能够用爱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在神的爱的当中，也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爱的生活，爱的团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